你叫言，叫做言气嘛。好，这个言当然做对了，对吧？所以你有思维，有思维，有思维，这个物件是走。这个言气成空，成空清净。这个言会走了你的心的内底，伊袂走。安尼叫做哪？叫做攀言。攀言，你去甲攀迄个言，迄个言啊走了你内底，你无去甲攀，会走了内底。安怎呢？哦，我看一个做咱做水鱼啊，伊咧行路，咱若无去甲动心，咱若无去甲骚扰，咱还没有这个关系。你言语嘛，你清净，你看到物件，进就不进，进话进嘛，稳就稳，稳话进嘛。这就是咧甲你讲啦。伫咱内心世界内底当中，虽然有些物件内底当中，你无些物件来理解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讲叫做哪？这叫做上境的谈。不过呢，因为时间呢差不多到，这后面讲咧到这吼，这讲咧足水，这就拢规个拢。讲我所讲的是妙胆，吼妙胆原则啊，这种我应该讲啊，就并没有啊。其实这物件我真实上的物件，按你定啊，这物件就咱讲，这个做咱讲，一定就讲到这个所在，咱讲这所在，所以呢，其实讲到这个道理来，咱免咱理想，免咱理文义，好。你文字若无理，你相若无理，你永远要入迄个福界就可能。你手咧比划，你手咧比划，你若手是比手，你永远看袂着阮。你用文字咧讲道，你的文字若过袂开，你永远就执着文字，就咧看这文字。其实文字是咧做一个指引，指引。所以咱看到呢，咱迄个佛理跟我们讲，离一切诸相即妙诸本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相，即妙诸本，即妙诸本。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，你就是佛。你有当你有无？但是这话当中就讲着，这个讲啥物件？这个讲啥物件？离诸相即，离相相相。这个讲啥物件？离一切诸相，但咱道理无。伊这就是咧讲啥物事？你这无离，你叫我心相相，行诸相即。咱愈修越复杂，所以愈修爱愈清净，愈修爱愈无力量。这但是真正咱把门不要开，咱把学门不要开，咱就看到，咱就看到面头。咱把这个手，不要开，咱看到看到的。哦，咱把这个出门到你出门到彼个当中，你若跳出着这只牌啊，你即时会看到你的环境，你会当继续环境，安尼呢？所以呢，咱嘛做语言，其实后边这段话，拢是咧讲理想的功夫，拢咧讲理想。不过你若无真正，家己咧用心吼，用心体悟，用心了想一下，哦，定时咱会愈想愈复杂，哦，愈黑，感觉愈烦愈好，哦，有空有无？有啦，你嘛知有空气，那你用地空气来我看。
你是看到风力啊，风力啊，出来摇者，你讲看到风力。有灵魂无？你讲啥物灵魂好看？我是看你嘴咧笑，我是看你嘴咧，吼，咱就嘴咧笑咧，口气拢爱讲，我看到你咧笑。有看到电无？我是看到电灯有灯啊无灯，我倒看到电。但是你拢就是讲实相无相，但是你要了解实相了，你了实相，你后当天你就无相了。你要了解实相，但是你表现嘛开无开，你要了解实相是困难。安尼，你要体悟迄个实相，所以来讲，迄个实相是体悟、领悟啦吼，叫做体悟，体悟啦吼，体悟吼，体悟吼，所以叫做悟道啦，悟道，悟道。这就是安尼，啊，然后咱搞点广播好吼，感觉这个所在，咱后头要出来，咱来爬山的后头出来爬山吼，更别个说爬山是真烦的，我感觉来啦。爱真话吼，来穿衫吼，身体会健康，心理嘛会健康。那安尼叫做福气双修啦吼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后前行。感谢目前以慈悲前到地宫，坤到地宫，必当向无极老母先3级公里前到绿宫，在极宫3级宫。感谢目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铁人的慈悲之功，坤到地宫，在极宫3级宫，感谢目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铁人的慈悲之功，十下向无极老母行3级公里前到一宫，在极宫3级宫，十下前人之功，创下目前人之功。创下铁文思之功，坤到地宫，在极宫3级宫，持下前人之功，创下目前人之功，创下铁文思之功。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哦，那感恩。